咱来关心咱国内今仔日气温小可回升，不过接落来拜二锋面的影响，天气是要变搁较湿冷，而且拜三阁有一波冷气团的报道，天气会转大冷，预估上寒是会寒到4度，寒到10度，而且会连续寒4天。专家嘛无排除这是会一路维持低温到后个月初。 外口开始出现把握最后的好天气，这几天啊，东北季风减弱，温度慢慢回升。拜二也是有好天气，全台湾会明显回温，北部有机会来到27度。按过今年头一波冷气团，特别伫拜三正式报道。26号周二的时候，温度又会开始有明显的下降的情形，尤其是26、27，这个温度下降幅度非常大。就是在北部、东北部地区。 可能跟现在来比的话，温度可能会下降8到10度左右。穿少的衫爱提早准备，为拜二就开始转变，锋面通过，东北季风会增强，先有10个冷的天气。拜三冷气团一个来，会先变做大冷的天气。全台湾降温会真有感觉，最低温可能会降到10度，甚至会连冷4天。 冷空气的强度，再加上所谓的辐射冷却的效应哈，目前看起来在28号深夜、29号清晨，苗栗以北沿海空旷地区啊，低温可能会来到10度上下啦。那有没有可能直接挑战强烈大陆冷气团啊？我们可能还在观察。专家预测，大陆冷气团侵袭了后，无排除低温延续到12月初，甚至升温到强烈冷气团的等级，值得观察。不过无论如何，这波低温来甲真凶，出门会记得加套衫穿好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